彼得后书第2章。以前嘛有假先知伫民间出现，同款，现在嘛有假教师会伫恁中间出现，因暗中将互人灭亡的异端带入来，甚至毋承认许伊属福音的主宰，直到家己真紧就灭亡。毋过，也有真侪人学因淫乱的生活，直到真理的道路，因为因受诽谤。这个假教师因为贪心，会用捏造的故事骗恁的财物。对这款人的定罪，早就决定，因真紧就灭亡。上帝无宽容犯罪的天使，甲因弹落地狱，关伫黑暗的深坑，听候审判。上帝嘛无宽容古代的世界，用大水湮灭无敬畏上帝的世间人，只有救宣扬公义的那甲其他7个人。上帝处罚索多玛甲蛾摩拉的城市，用火毁灭因，互无敬畏上帝的人做境界。上帝有救义人罗德，因为罗德为着邪恶的人淫乱的所罪操心。迄个义人罗德踮伫因中间，逐日有听见，佮看到遐个邪恶的代志，心内非常痛苦。主在安怎救敬虔的人脱离试炼，嘛在甲不义的人留到审判的日受刑罚。特别是遐个放纵肉体情欲，甲藐视上帝权威的人。这个假教师大胆佮骄傲，甚至敢侮辱尊贵的正天使。遐个天使的气力甲能力虽然比假教师较大，嘛无伫上帝的面前用侮辱的话甲因控告。毋过，这个人甲出世就趁本能地话，要互人掠去杀的野兽同款。因诽谤家己毋捌的事，野兽毁灭，因嘛为安尼受毁灭，受到家己不义的行为应得的报应。对因来讲，享乐是伫日时就沉迷伫情欲的满足。因甲恁做伙啉食的时，大食大啉，放纵宴乐，完全失态。因的目睭只有爱看邪淫，无犯罪挡袂牢。因引诱意志薄弱的人，因的心只有想贪财。因是上帝救造的人，因离开正路，行袂路，行比你的囝巴兰所行的路。巴兰贪爱不义的钱财，为着所犯的罪受责备。一只袂讲话的驴啊，竟然用人的声阻止先知巴兰疯狂的想法。这个人亲像打起的水泉，亲像互大风吹散的云雾。上帝已经有甲因伫黑暗的深渊留一个所在。因讲空洞的讲话，因袂当控制肉体的情欲，引诱拄啊脱离失迷生活的人。因答应互人自由，毋过家己做腐败生活的奴隶。因为人受什么控制，就成做迄个的奴隶。人认捌咱的主，救主耶稣基督，脱离世间的腐败以后，若搁互腐败的势力填地，搁压制，这款的结局会比以前搁较歹。因认捌公义的道路，然后离开所传授互因神圣的诫命，安尼宁可对起头就毋捌较好。因的情形拄亲像俗语所讲：到活转来食家己吐出来的面，还是伫洗清气以后，随时搁去孤路孤迷。